1年前我哋都有報道過雲福苑3億大維修嘅爭議，當時因為3億天價維修費以及集資時間倉促，業戶同埋業主立案法團都發生過衝突爭執。我哋係業主嚟㗎喎，點解唔俾我哋入去啊？開門啊！咁點啊？我哋要俾錢你啊？係啊，要俾啊，緊啦！你講公司，咁你諗辦法，呢個屋係你㗎嘛？屋苑最終揀咗一個造價最貴嘅維修方案，工程亦都喺上年7月開始，去到9月，連法團主席都換埋，業戶以為一切都會向好，點知就發生咗今次咁嚴重嘅火災。一向關注大維修工程嘅業戶同我哋講，其實工程開始冇耐，已經發覺啲棚網有唔妥。棚網嗰度咧，就其實就應該跟翻勞工處嘅指引啦，就應該要用一啲叫做阻燃式嘅棚網。咁喺9月嗰陣時咧，曾經都有個業主咧親自喺出面剪一塊棚網，即場試個棚網咪一點就着，結果一點真係着嘅。但係好可惜，法團就唔接受啦，即係唔接受嗰位業主嘅意啦，就認為呢啲棚網冇問題嘅。今次似乎亦都有唔少嘅窗戶係俾發泡膠封咗嘅喎。9月嗰啲第一次佢哋嘅會議咧都有提過，就話係喺一啲窗嗰度咧包啲保護嘅，咁其實都冇錯嘅，因為打樁時會有好多石屎落會撞爆啲窗嘅。咁但係當時佢攞出嚟嗰隻咧，個物料咧就好似係實淨啲嘅，咁同埋咧曾經攞個打火機去點過去咧，係會溶同埋會釋放一啲膠嘅味啦。都呢隻物料最尾都應用咗喺個大修做保護之中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都發覺呢樣嘢咧，就係喺過咗幾個月之後咧，咁有時有東北季候風啊，或者落雨一啲原因咧，有啲風波咧甩咗出嚟嘅，甩咗出嚟之後咧，釘翻上去咧就係加呢啲助燃嘅發泡膠。即係講緊你哋都發現到，其實而家補翻上去新嘅一批發泡膠，同一開始佢哋工程開始嘅時候安裝嘅發泡膠係兩樣嘢嚟嘅。係有分別，有明顯分別嘅。當初用嗰陣時嗰隻料係實淨好多嘅，我嘅感覺係咯。咁對於呢個改變，我想問下業主們知情嗎？其實好多都唔知情㗎，因為咧呢塊發泡膠咧黐喺窗裏邊咧，其實好多業主都因為長年累月俾個棚遮住咗，俾窗呢啲發泡膠遮住咗，其實都會係忽略咗呢啲咁嘅情況咯。咁唔知係咪因為承本商覺得呢啲位可以偷到位用一啲平啲物料，就所以就轉用咗呢啲發泡膠。業主唔止質疑維修物料出問題，連工程監督都有唔妥。提出咗就話喂，我哋要請翻個工程監督去睇實呢單工程。咁一般大維修咧都會請㗎。咁但係問題咧，呢單大維修工程開展嗰陣時咧係冇請呢個角色嘅。咁呢個角色係保障翻業主，睇翻嗰個手工委屈咪處啦。咁但係奈何咧，法團嘅取態咧就係拖延咯。點擊下方標題，可以看這個主題的精彩完整影片啦。